Hello，大家好，我係月婷。今日咧，我哋開始咧第一集去講人類圖。我學習人類圖大概都有12年嘅時間。我覺得人類圖基本上咧係真係幫到我去認識自己好多。咁亦都可以話咧，我係用咗呢12年時間，係用我嘅生命或者我哋人生嘅經歷咧，我經歷咗好多嘢，令到我更加發覺原來人類圖可以令我知道原來我曾經被咁多嘢嘅制約，或者係原來佢俾咗個方向俾我知道，制約嘅背後其實佢都有一個好靚嘅禮物喺裏面。透過我了解我被制約嗰部分咧，我又點樣可以去好好咁活出我自己？喺呢12年嘅時間咧，透過我不斷每一日都去八卦，去認識唔同嘅人嘅時候，去睇下佢圖啊，令到我好多時都透過人類圖，令同人與人之間有一個好深入嘅交流，甚至乎我更加了解到每個人其實佢都有佢嘅獨特方式，我點樣去好好咁去包容佢，而好好接納佢，或者甚至乎我明白到原來佢係呢種特質嘅，協助佢或者佢用緊佢自己特質，而我又好運用我自己個人嘅天賦，然後我哋好好去合作咧。祖師爺阿娃咧，亦都講得好清楚，人類圖係一個去制約之旅，即係究竟咩叫制約？係因為我細個都冇聽過咩叫制約呢件事。制約呢個意思咧，就係講緊我哋一出生其實已經好容易受緊我哋外界好多唔同形式嘅影響，而做唔到我自己。例如可能我哋嘅父母嘅影響啦，我哋嘅老師影響啦，我哋成長底下遇到一啲嘅咩事發生嘅咩事情而影響到我啦，社會上面嘅價值觀啦，大環境嘅因素啦，當下個天體嘅影響啦，都會可以好容易冇咗自己。例如可能係呢一刻我同你去溝通嘅時候，我都好容易因為你講嘅一啲嘅信息影響我嘅價值觀嘅睇法。所以喺 Human Design 裏面咧，亦都有講一樣嘢，就係內在權威，就係我哋喺日常生活裏面好容易受外在嘅權威影響，而我哋冇好好咁翻去自己度，究竟我又係一個咩特質嘅人呢？究竟我係邊個呢？究竟我是誰呢？咁樣我就會去知道，原來我有一啲嘢係受原生家庭影響，令我會有呢啲被制約。有啲可能係受緊大環境個社會或者係嗰間學校制度或者係我哋教育制度嘅影響，而我冇好好咁運用我自己，令我冇自信去表達我自己。其實佢本身冇講過係一個命定論。我哋最就忌咧就係有陣時我了解一套工具嘅時候，佢話我哋係咁嘅時候，我哋就定義咗係咁樣，所以我哋好容易反而係被嗰個工具咧去更加去制約自己。好渴望一樣嘢就係我能夠分享我人類圖嘅時候，都希望每個人理解到，其實人類圖唔係用人類圖去制約你，而係反而你點樣去知道你被制約嗰部分，然後你好好活出去立命，去好好做好自己。個圖或者係你嘅人生會好自自然然咁就會行，並唔會係我要去計劃，我睇完個圖，我思考我嘅人生究竟我要點樣行落去。人類圖亦都有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就係佢同身體有關。你睇個9格能量中心同人體個形狀係好相似，反映到咧我身體都會有相關嘅一啲嘅狀況出現。我經常都會覺得係一個幾好嘅工具嘅原因，就係因為佢會讓你知道你嘅陰影嘅部分，佢會有另外嘅一個正面，或者係有另外一個特質。例如你有同理心 ，OK， 咁但係咧原來同理心嘅背後，佢嘅陰影部分，我因為太敏感，我唔夠膽我表達我自己。咁我哋可以知道，原來喺呢一個特質嘅另一面，其實佢有一個正面嘅一個特質喺度存在㗎。另一樣嘢就係咧 Gene Key 啦、Human Design 咧都有講過同一樣嘢嘅，就係呢兩個特質好好活到嘅時候，有陰影部分同埋你嘅天賦部分，佢可以好似個太極咁樣去平衡咗去運用嘅時候，究竟我哋可以點樣去貢獻呢個世界，或者係協助呢個世界，令到呢個整體嘅意識發展可以成長？即係例如啱啱講到同理心嘅部分，我如果有呢個特質嘅時候，我究竟我可以喺我嘅工作上邊，或者我嘅人與人之間嘅溝通上邊，我點樣好好活用到？所講嘅64個閘門就正正係代表緊人生裏面或者係宇宙上邊有64個特質，而呢64個特質其實佢可以有陰影部分，可以有正面部分。如果每個人能夠好好將呢個陰影同埋佢正面嘅特質好好將佢 merge 埋，合二為一嘅話，咁其實佢就會可以將我哋一個天賦嘅特質好好貢獻俾呢個世界。我哋有時亦都未必話一定要我嘅工作去展現出嚟。
我點樣可以喺運用呢個特質而喺我日常生活裡面咁去使用，其實已經係咁去活出我哋自己。另外，我學習人類圖嘅，我會保持一個態度嘅，叫做修行，而唔係一個知識上嘅學習。咩叫修行呢？就係好似啱啱講，我理解到我自己有呢個嘅特質，我點樣喺日常生活中嘅覺察，然之後我帶來一啲轉變呢？又或者係我理解到呢個特質，我又可以有咩方法，或者出邊有咩唔同嘅工具，可以令我慢慢去平衡。修行嘅方法嚟講，都會講一樣嘢，就係平衡。Human Design 都好多呢部分嘅，你會發覺整個圖裡面就好多矛盾位。係我教班成日都會講噶啦，個圖裡面咧有一啲對稱嘅位，通常真係講緊你一啲嘅矛盾嘅位，都可以代表嘅佢可以成為你一個完整嘅話，將呢兩樣嘢合而為一。最後一樣嘢想講嘅就係關於2027年。2027年就係會踏入一個新嘅紀元啦，一個新嘅400年嘅週期，佢叫 Sleeping Phoenix。呢個階段咧，人類需要學習嘅咧就係個體性，唔受他人嘅情緒嘅影響而成為一個受害者。係，呢個亦都關係到一個 number 叫做55號嘅閘門啦。因為55號嘅閘門佢落咗去 shadow 嘅時候，就會有一個叫受害者意識喺裏面。當我哋每個人都了解到咧，喺我哋嘅生命裏面，我哋都可以豐盛。咁究竟咩叫個體化咧？係可以話，以前我哋好想可能成為律師，或者成為醫生，或者成為一個設計師。你會發覺呢個係我哋喺外在呢個世界裏面，我哋尋求一種嘅角色或者一個職業。但係個體化其中一個意義咧，你可以話係一個好美麗嘅意義，就係我哋點樣翻去自己度。究竟我呢個人嘅特質可以做到啲咩工作，或者我呢個人嘅特質究竟我有啲乜嘢可以為呢個社會提供一啲嘅幫助？之後究竟我哋可以有咩工作可以做到？咁所以你會發覺而家呢個世代好多嗰啲 slasher 啦，你會發覺一個人可以擔當咗唔同嘅角色啦，係因為其實佢運用緊自己嘅特質。而我呢個特質，我可以做呢幾樣嘢嘅工作，就冇再受傳統嘅一啲價值觀話俾你聽，定義你自己可以成為啲乜嘢，而係翻到我哋自己度。當我哋了解到自己係咩之後咧，我哋好自然就知道有啲咩工作係會適合我哋做，或者係我哋人與人之間嘅關係上邊，我相處嘅時候，我散發出一啲咩能量。所以我好想分享人類圖嘅原因就係，好想令你知道呢個工具可以點咁樣運用喺日常生活裡面。第二就係咧，究竟呢個工具可以話到俾你知道我哋背後我自己究竟係邊個呢？而我哋又點樣喺我生命裏邊唔好再受他人嘅制約，而好好咁樣活出去自己。喺下一集咧，我哋會分享更加多人類圖嘅一啲智慧俾大家知道。多謝大家收睇。